现代第一版圣经以斯拉记第一章。波斯皇帝塞鲁士元年，上主为着要实现伊通过耶利米的喙所讲的话，感动波斯皇帝塞鲁士，予伊对全国颁布讲：波斯皇帝塞鲁士安尼讲，上主天顶的上帝将天的万国赏赐我。佮指派我伫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着伊起圣殿。恁中间所有做伊子民的，通转去犹大的耶路撒冷，起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圣殿。伊是伫耶路撒冷受敬拜的上帝，愿上帝甲因同在。所有剩落来的人，无论住伫什么所在，迄所在的人，着用金银财物、精星帮赞因，嘛着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甘心奉献。对安尼，犹大甲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所有受上帝感动的人，拢准备好势，要上去耶路撒冷去造上主的殿。因的厝边就用银器、金、财物、精星、宝贝帮赞因，另外搁为圣殿甘心奉献。塞鲁士王嘛将以前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抢来摕伫伊的神庙遐个上主殿内的器具摕出来行印。波斯皇帝塞鲁士指派管理府库的米提利达，将这个器具摕出来点算，交予犹大的首领设巴萨。因的数目记伫下面：金盘30块，银盘1000块，刀29支，金碗30块，银碗2410块，其他的器具1000件。金银的器具共5400件。受领的人对巴比伦上来耶路撒冷的时，设巴萨将这个器具拢做伙带来。